首期5萬蚊就可以買到深圳呢套3房仲係精裝修交樓嘅單位喎。嗱，好厚重嘅門啦，電子鎖、鞋櫃，全部發展商交樓標準。嚟到廚房，呢個窗嘅設計都非常靚啊，一流啊！呢個係老闆品牌嘅洗碗機啦，兩件台係卡莎提嘅，都係所見所得交樓標準啦。卡莎提咧係海爾旗下嘅高端品牌嚟嘅。餐廳仲有飄窗台嘅設計，成個餐廳客廳咧仲可以做到前後南北通透，交樓都會配埋風管機，交樓質素係好高嘅。以後都會有呢個撳掣啦，有需要服務有緊急情況，撳呢個掣咧，物業就要有人上嚟協助服務噶啦。望出去咧可以望到山景同埋樓底嘅遠景。如果想要望遠景更加舒服咧，可以揀低啲樓層嘅。1.3公里咧可以去到屏山人民醫院，最近嘅地鐵站17年可以開通嘅，700米就可以去到啦。附近嘅學校有科園、科粵、科運，高級中學都係2公里以內嘅範圍可以去到喎。最高級嘅深圳4大名校之一嘅深圳實驗學校，今年9月份就可以招生㗎啦，所以學校好多選擇。咁附近咧仲有兒童公園啦，仲有濕地公園啦，生態環境都好唔錯。門口就可以望到屏山河，仲有屏山河嘅河道公園嚇。咁戶型設計都好靚喎，除咗客廳、餐廳南北通透，主人房都係有2個飄窗台，通風採光非常唔錯嘅。咁呢一套首期5萬咧，月供8200蚊就可以搞掂啦。正常1.5成嘅首期咧就係7100蚊就可以買到深圳3房嘅單位啦。如果想嚟到現場睇睇，記得聯絡蓉蓉啦，蓉蓉可以協助你劈靚價，攞更多嘅優惠福利。關注蓉蓉，買樓更輕鬆，下期見，拜拜。